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4，申命記9章29節安尼講：毋過因是你的百姓，你的產業，是你用你的大權能，用你伸出來的手所帶出來的。三角來祈禱，用大權能佮伸出來的手帶阮出來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古早、現在，直到將來，永無變化、永遠伫地的至權獨一真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懸大，無其他的名通比。你的權能運行佇通世間，遐通行位。你的慈愛佇聽你佮敬畏你的人的中間，直到萬世代。主啊，我要大聲來稱頌你，我要時刻來學習你的名。主啊，天地萬物攏屬於你，我的生命也攏是你所賞賜。主啊，阮雖然卑微，毋過阮是你的百姓，你的產業，是你用你的大權能，用你伸出來的手所帶出來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